Work it！大家厝内底至少箱差不多拢有油碘，印象当中只要若受伤，抹油碘消毒就好啊。这是真简单买会到的，人人爱用的良药。也听讲，竟然伊会当互某一款食品现出原形哦。Work it！在日常生活当中，上接看到营养素就是伊维他命 C。真侪人讲食落去了后，唔但当引致老化、美白，甚至过当抗感冒，敢若袂输灵丹妙药共款。所以讲，市面上出现真侪种号称有维他命 C 的这个饮料，但是这饮料敢真正有维他命 C 呢？免烦恼，听讲只要将油碘甲滴落去，饮料中是毋是有维他命 C 都随知啊。嘿，安尼敢袂伤简单 ？Work it！另外，还有一寡生意人为着要省成本，减少猪肉的量，伫个公园内底掺大量的淀粉。也听讲，同款只要提出油碘，甲滴一滴啊，安尼有掺淀粉的公园就随叫验出来咯。Work it！哎呦，但是对啊唔对，一罐才几十块的油碘，会当摕来检验食品哦。哎呦，我到底伊个稳重偌济，大家唔知影神奇功能呢？即马到阿平安我用来一一解破解。咱过一摆来到汉阳大学，要来找人斗相共啊。张友伟老师专门用科学角度来研究食品。进前，张老师就敢亲像魔术师同款，用水甲优格做出敢若亲像真正太阳能呢。来针对油碘会当检验维他命 C 这流言，有啥物看法呢？油碘敢会当验出内底有维他命 C 的含量啊？要回答恁的问题之前吼，我先来变一个魔术，互恁看，好不？哦。先变魔术互恁看吼。首先哦，咱先甲这个烟灰机绑一个 Kitty，然后这个 Kitty 哦，就要问这个纯的维他命 C， 然后吼，咱甲烟灰机点倒，这个面线就会落落。落入电液的时阵哦，咱就会当知影讲，这个维他命 C 对电液会有啥物款的影响。OK。另外吼，要安怎互烟灰机点倒？咱伫头前哦，绑一张卫生纸，温一个新鲜水。若是温着吼，伊就会导火，就会当甲烟灰机点倒啊。老师，你这个新鲜水，敢会是甘油？然后咧，这个卫生纸我看有淡薄黑黑的，敢会是过敏酸噶？你哪会知影？真正厉害呢！哎呀，这哦，就是进前有做过这。哎呦，唔是阿炳偌厉害啦，看过流言的人拢知影，过敏酸钾若接触到甘油，就会随发生强烈的氧化还原反应。产生一能，互温度真紧的罄悬，然后导火烧，烟灰机就是安尼烧起来啦。Work it！来哦来哦，要点嘛？足紧张诶！哇！甲提起来。来啊来啊来啊！哦！点到啊！哇！钟声。哇，真好！要烧着面线。3、2、1，拉落去！有看无？哦，真正有够奇了着！你甲看，咱落去电液内底维他命 C， 伫有自成的机器内底加热了后，水游去，咖啡色的电液马上变做透明的啦。油碘甲维他命 C 合作伙，有够奇了着！这就亲像我之前做电视摄影迄集，迄洗衫粉的实验同款。油碘拄着大苏打，嘛会变做透明无色的，迄感觉一模一样。无唔对，之前咱咧破解购物台迄个神奇洗衫效果，发现讲只要伫衫顶面用油碘来制作垃圾，然后使用假作是洗衫粉的大苏打，也就是硫代硫酸钠，衫就会随变做清洁原色。这就是利用油碘会被硫代硫酸钠还原做无色电离子的原理咯。Work it！我感觉碘敢若真高变色呢。无唔对，碘这个物件吼，会当甲各种物质做氧化还原的反应。譬如来讲吼，拄则所讲到的大苏打、硫代硫酸钠，是一种真强的还原剂。所以哦，咖啡色的碘分子拄到硫代硫酸钠的时阵哦，会变做无色的碘离子。维他命 C 嘛有共款的作用啦，嘛是还原剂，嘛是大家所讲的抗氧化剂。我会记得抗氧化剂的作用就是伊家己氧化，然后互其他的物件会当还原嘛。对，伫这个实验哦，维他命 C 就是这个作用啦。所以咱拄则看到的原本碘分子的色吼，伊是红咖啡色的，维他命 C 落去的时阵哦，伊就变做透明无色的啊。所以只要互油碘变色变透明呢，咱就会当推论讲内底可能有维他命 C 的抗氧化剂。对，其实氧化还原的反应阁袂少。
就亲像让有色油碘变透明的实验，还是讲利用过敏酸钾甲甘油来引起导火，让烟花机烧起来，这些拢是氧化还原的反应。氧化还原反应会产生真大的能量。伫个咱人的身体内底加减拢会有氧化还原反应，提供能量给细胞。若是伤济氧化作用身体就会产生自由基，致使咱的身体老了较紧。所以抗氧化剂亲像是维他命 C、维他命 E 会用个去中和自由基，减轻咱老化的作用。这真正真重要呢。听老师讲完，我感觉平常时要补充更较济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老师，咱搁定听人讲，伫买物件的时阵，若是闻到，还是食到有柠檬味的，就代表这内底有维他命 C。这个讲法敢是对的？这个讲法不是完全正确，这就是有柠檬味的物质。来，恁试看觅。够酸诶！对啊。食起来有柠檬味。柠檬味足重诶。按照你拄则的推论有柠檬味的物件就有维他命 C，是毋是就会当互等液产生氧化还原的反应咧？咱来做一个实验看觅吼。遮有一杯碘酒，加淡薄啊。好。完全无变色，也就是讲内底无产生氧化还原的反应。这是柠檬酸，也毋过伊内底完全无维他命 C。即马咱搁转来看咱拄则用的即个维他命 C。对，恁看这是正港的维他命 C， 真正的维他命 C， 纯度真悬，淡薄仔就有够啊。对，会当帮助身体抗氧化。嘛是酸，不过无拄则酸。对。两种酸无共款，对无？感觉这个柠檬酸比较较芳，若爱我选我会选这个啦。对呢。咱若甲这个维他命 C 摕淡薄啊，然后甲蛋入去这内底。变色啊！真紧就变无色啊，对无？对，所以讲市面上有真侪产品，感觉柠檬味真重，然后嘛写讲有维他命 C， 这个时阵咱就要对这件代志怀疑，伊到底是毋是有维他命 C？咱平常时食维他命 C 的产品甲水果，敢真正有维他命 C 呢？含量又搁是偌济？免加讲，咱即马需要优碘来找出真相。我嫌准备家己用时当作汤仔伫食维他命 C 片，也搁有写讲有维他命 C 的饮料。阿炳伊是准备柠檬、芭乐来啊，要来试看卖到底什么人维他命 C 含量比较悬？是个要多久有优碘、烧杯，也搁有定量的数讲。今麦咱就要来测看卖这物件敢有维他命 C， 也搁有倒种维他命 C 含量上济。好，我要甲平常时咧食的维他命 C 片放入去这个烧杯，然后等一下甲优碘掺入去，咱来看是毋是会甲优碘变做透明的。OK。首先，我先将维他命 C 片共200cc 的水甲拉咧，变做维他命 C 的水溶液，然后共款用200cc 的水将优碘解透甲剥咧。准备妥当啊！咱来看维他命 C 片内底敢真正含有维他命 C， 马上真相大白。咱即马就来倒。OK， 那是变透明的，就代表有维他命 C。哎呦，有变较在哪？变较在哪哦？应该是有哦。哇！你看，完全变透明啊！真正有维他命 C 呢！恭喜哦！你逐工食这是有效的啦。对啊，有补充着。除了这，你爱吃其他的无？哎呀，这啦。要来什么？汽水。好，你准备。咱嘛共款倒200cc 的汽水，吼。到底变啥款呢？有呢，有变，有变呢！哇！变！稍等下吼。老师，我应该要变透明才对啊。伊是特别变透明，毋过汽水毋是干那维他命 C 尔，咱会当来看卖啊，伊主要的成分贝塔胡萝卜素，这是一种色素，所以讲这杯看起来会有淡薄仔所以讲就算这个优碘的红咖啡色和维他命 C 氧化还原变做无色，毋过因为佫有其他的物件，所以看起来就毋是透明的。无毋对，就是安尼，就亲像这个汽水原本的色。毋过也是有维他命 C 对无？无毋对。所以我开始要测看卖市面上接看到柳丁汁，
伊将200cc 的柳丁汁加倒入去200cc 的电液内底来试验。有呢。有呢，不过比拄则较无明显。所以咱用拄则迄款汽水的原理来甲推论，伊的成分内底有一寡天然或者是添加的色素。不过咱至少会当确定内底确实有维他命 C， 对无？无毋对。老师，既然市面上即种一罐的柳丁汁内底有维他命 C， 安尼生的柳丁一定嘛有吼？柳丁内底当然有维他命 C 啊。哦，遮就有一寡柳丁，来，咱会当来做一个小实验。无错，柳丁内底的维他命 C 是一定有的啦。咱来看油电接触到新鲜的柳丁会有什么神奇的变化？无啥明显呢，对，代表明显哦。这个，哎呦无去啊！哇，老师安尼倒倒就无啊？倒倒切切就无呀，然后搁滴几滴啊，原来是因为柳丁内底果肉叫一层膜包掉的，首先要将膜甲除破，才当让柳丁的肉接触到油电。各位观众，新的柳丁内底真正有维他命 C 哦。阿兵，你真欢喜要创啊？新鲜的柳丁内底有维他命 C， 这件代志小学生嘛知影。重点是新鲜的柳丁，甲市面上咧卖这种柳丁汁内底维他命 C 到底差伫咧倒位？这老师，这敢会当比？若要精准来讲要比咱的实验设计就要定量啦。咱会当滴共款济电液入去。倒一个会当互电液改变愈济，就代表伊的维他命 C 愈济，对无？无毋对，会当安尼推论。我来。无毋对，既然要试关机，油本当然就要统一。200cc 现价柳丁汁对200cc 外面的卖柳丁汁，维他命 C 含量比赛即马开始咯。即马恁拢有定量数讲对无？内底设定差不多是半 cc。好，咱就来开始甲头一届，好无？好。第一节，1、2、3。我想这应该无问题。阿边讲我嫌即马伫个现价甲外面卖柳丁汁2杯当中，1点仔1滴加油电落去，要计算看这2杯柳丁汁内底到底有偌济维他命 C， 会当来甲油电产生作用。结果外面卖柳丁汁加到8cc的时阵，电力就开始无度变透明啊，表示讲柳丁汁内底维他命 C 已经作用完咯。原来是现价柳丁汁一直加到17.5cc 了后，才开始出现油电的色水。老师，安尼就会当讲，这新鲜的柳丁汁内底维他命 C 比外口咧卖柳丁汁较济。无毋对，根据这个实验会当讲新鲜柳丁汁的维他命 C 的量差不多是伊的2倍。外口卖的柳丁汁若是较高级的伊的维他命 C 的量相对就会较济一寡。比较过新鲜柳丁甲外面卖柳丁汁维他命 C 含量了后，并无放弃，所以就要继续来测伊平常时上较爱食的水果、柠檬、芭乐甲梨啊，看伊水的维他命 C 含量到底有偌济。我评价款，你感觉倒一种维他命 C 上济？我感觉是芭乐。哦哟，然后过来是伊。最后是伊芭乐、柠檬、梨啊，对无？柠檬、梨啊。我选柠檬、芭乐、梨啊，因为柠檬食起来上酸，然后芭乐有时阵会酸酸的，梨啊基本上拢是甜的所以我是照这个酸甜的程度来分维他命 C 有偌济啦。敢若嘛有道理呢。好，所以咧，即马我决定要用这3项水果，分别咧摕100公克出来。搁加100cc 的水，然后甲伊加做汁，还是果变做果汁，然后来测一个，到底倒一种水果的维他命 C 含量较济？想袂到，维他命 C 的含量上济对无？够厉害！而且上酸的柠檬竟然搁输。来啊！柠檬甲芭乐，到底什么人维他命 C 含量较济呢？好，第一摆，我想应该无问题。但是连头一届都无法度消化，这水果嘛上无路用啊。真是的。OK， 3个拢通过。你会变色哦。快，本来就这些。你本来就这个些。后来，即马继续将电力加落去。
来迄杯才加3cc 的碘尔，那随便青黄色的，上紧失败哦。哎呦，啊维他命 C 敢若较少呢。雷蒙迄杯还原6cc 的碘了后，竟然说制作袂调变色啊啦！哦，你看，雷蒙伫个第12摆的时阵哦，已经变色啊有无？雷蒙变做柳丁汁啊，对，变成柳丁的色。而且你的，我讲来呢呢。无毋对，即马敢若剩巴拉汁搁伫咧经尔。无论电力安怎甲加，巴拉汁自头只会保持巴拉的原色。哦，甲加到12cc 了后，巴拉汁才开始出现青黄色的呢。有影是三水果内底上熬的都对。Work it！啊，想袂到芭乐的维他命 C 含量上济，对无？这厉害而且上酸的柠檬竟然中风娘娘竟然搁输芭乐。其实咯，根据文献记录，每100公克的水果，咱譬如讲芭乐好啊，伊的维他命 C 吼有81毫克遮尔济哦，对哦。柠檬差不多是27毫克，差足济差遐尼济，3杯呢，差3杯啊，来啊吼，来啊是上低是5毫克。我决定啊，以后逐工我拢爱食芭乐，无就是爱啉一杯芭乐汁。无共款的水果有无共款的营养啦，啊，平均来食无共款的水果是较重要的。老师，你之前讲这个碘会当甲遮济物件产生化学变化、化学作用，对无？既然伊会当测出维他命 C 这种抗氧化剂，啊，其他的抗氧化剂咧？对啊，就亲像是绿茶，广告毋是拢讲绿茶内底有离茶素，会当抗氧化，既然安尼，伊是毋是会当甲碘产生一寡作用咧？Work it！一般人吼对绿茶的印象是感觉伊真健康，会当抗氧化，对无？对啊。主要吼是因为伊内底的离茶素，咱会当用碘液来测看卖。我先放一汤匙好啊。好，看卖安怎？你有淡薄仔无法度。你看，我变啊有无？变青色。本内底的红咖啡色无去啊，全部拢变青色。青色的。所以食物的主要成分哦，毋是干那维他命 C 会互碘离子还原。所以只要会当抗氧化的，都会当互伊还原。是。哦，红色的碘粒加加入茶粉了后，竟然真正发生氧化还原的反应呢！有色的碘分子还原做无色的碘离子，最后敢若剩绿茶色。这证明讲啉绿茶真正能抗氧化哦。Work it！碘除了讲会增加维他命 C， 还有离茶素产生氧化还原的反应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甲碘有关的食品留言。听讲若是想要知影讲家己食的贡丸是毋是有掺淀粉来降低成本，安尼是只要摕油碘伫个贡丸顶头甲滴一滴啊，就会当知讲因用了是毋是有实在啊。哦，这个检验的方法敢正实哩。Work it！老师，阮之前有做过实验，只要甲这个碘酒滴伫个饭的顶头，伊就会变做蓝黑色的，证明伊内底有淀粉，对无？无毋对，碘哦，确实会当证明内底有淀粉。啊，我遮拄好好一盘太白粉，你看哦，咱伫遮点一滴，安尼的反应吼，就会变成一种蓝带黑的错合物。倒位？遮的拢是黑色啦。有呢有呢。啊，其实哦，咱会当点一个对照组一点啊，你看，伊原来的色是安尼。哦，只要甲碘滴伫个贡丸顶头，就会当知影伊到底有淀粉无？无毋对。Work it！妹，为着要争取时间，阿平安五贤决定要亲手来做实验的样本，纯的猪肉贡丸，还有掺太白粉的贡丸，准备材料甲制作方法拢无困难，你两个加油哦！哎呀，我甲你讲哦，只要有心要做，无啥物代志是做袂到的啦。我已经先查好食谱啊。这个贡丸嘛，为什么叫贡丸？贡呢，就是贡的意思，甲贡就对啊。所以呢，我会甲这个肉安尼一直剁好嘴，剁到烂糊糊，搁甲制作一丸，安尼放伫滚水内底煮，贡丸就完成啊。我嫌甲边两个人，本来夹起来，大来一直讲，较无10分钟尔，加肉都无看一块一块，冻变做肉酱啊咯。刷落来，我会甲其中一盘加葱仔，搁有太白粉，加葱仔只是想要做一个区别尔。有真侪做贡丸的食谱，拢写掺太白粉，不过太白粉敢毋是淀粉？嘿嘿，甲你讲，太白粉其实是天然的淀粉，是为马铃薯还是树枝提炼出来。我遮吼，因为是纯猪肉的贡丸，所以咧，
我直接用这个肉酱来做丸仔，其他啥物拢免加。想要甲讲阿扁讲我嫌伊的手工讲完初体验，阁真顺利哦，看起来阁真有办的款，互人做想要叫一碗贡丸汤来啉看卖。 Work it. 哟呼，上手工菜咯贡丸来咯！耶！老师，咱遮有2盘贡丸，一盘是顺治肉的，另外一盘咧是有掺太白粉的贡丸。无毋对，老师，阮是袂甲你讲，倒一盘才是有加太白粉的哦。嗯无要紧，等哦，伊本来就会甲我讲哦，倒一盘有加淀粉。 ，OK，好咱即马来做实验看卖啊。好，张老师相信店会甲伊讲答案。伊先将双边的贡丸拢甲伊切做细块细块，然后将油点滴伫贡丸顶面。哦，这油点敢真来甲伊讲有掺太白粉的贡丸是倒一盘呢？有掺太白粉的贡丸，加油点落去，就随出现蓝乌色的反应。阿炳所做的顺治肉贡丸，就是原本油点的色水，拢无什么变化。我认为吼，即盘有葱仔的贡丸哦，应该有掺淀粉，对无？厉害哦！无错，就是即盘有加葱仔，又下淀粉入去。想袂到等真正看会出贡丸内底有掺太白粉无？恁两个有想要进一步去观察即个错合物的构型无？哦，好啊小怪。好啊，哦，咱即马遮吼有一台高倍数显微镜，嗯，互即个贡丸会当完全现形。好，哦，哦，什这么？是一把油的，这哦，有够水的啦！你看，青即个吼看起来较像是食物的构造啦，是葱啊仔。有可能是是葱仔葱仔的细包壁，就是遮即个，因为葱仔喙齿啊，组织哦就缀咧破去。啊，更较重要的是咱今仔日主题啊，这哪即个是啥淀粉对，等叶甲地淀粉所形成的一个错合物伫遮。原来淀粉伫分子结构，佫分做低链淀粉甲脂链淀粉。低链淀粉若拄着碘会变做蓝色的，脂链淀粉拄着碘会变做紫红色的。大多数淀粉产品拢有较侪低链淀粉，所以讲加碘落去了后会变做蓝乌色的。只有糯米粉大部分是脂链淀粉，拄着碘就变做紫红色的咯。 Work it. 我感觉有加淀粉的比纯的贡丸好食呢。就是这顺治肉的贡丸，食起来较涩。啊，毋过这有掺太白粉的贡丸，食起来较好食呢。对，有无口感较好对无？其实吼，一般大家食到的鱼丸甲贡丸吼，内底加减拢会有一寡淀粉啦。啊，主要是为着要互伊吼口感会当更较好。今仔日多谢老师，甲阮讲碘哦有遮尔侪作用，会当验出这食品内底有维他命 C， 佮会当验出离地素，你得说，佮会当知影佮这个食品内底到底有掺淀粉无？我感觉哦，咱两个手艺嘛袂歹，够袂歹食。会晓做贡丸，我加上顶摆的分子料理，对无？哈够食开店嘛啦！哎呦，对，够好食。对。 Work it. 今仔日趣味的电实验，真正是互我学着真济。首先，维他命 C 滴入去油碘了后，会还原做无色的碘离子，会当检验出食品当中是毋是有维他命 C。另外，用油碘来验出食物内底敢有淀粉。咱今仔日用贡丸来做实验，发现只要甲油碘滴落去，贡丸若是变做蓝乌色，确实就是有加淀粉伫内底。 不过今仔日的实验，互我上大的感想就是，想要补充维他命 C， 食水果，譬如讲芭乐，是上实在又搁有效的哦。Work it.